冇唔使預售，唔使預售啊吓，因為其他主播帶係預售噶，我主播我自己帶咧就優先俾我，因為留咗去拍啊睇。見即所得，全部都係話面係中厚嘅厚度，呢個唔會吉肉嘅，你單穿外穿都可以。手洗機洗唔甩色啊，手洗機洗唔甩色。呢度有 logo， 全部有晒運費險，全部有晒運費險啊！今日拍全部，今日發喺揭陽發貨噶，揭陽。然後我再試下白色。我再試一試白色，你自己睇，白色好型，白色就賣得少，啊！點解？因為啲人怕污糟。個個都容易怕污糟，所以個個都唔買白色啊！你自己中意去拍就得啦。所見即所得，白色就係咁樣噶，你自己睇，好型喎！衫袋好深，後邊係咁樣嘅，唔會好長，衣長唔會好長，手罩你自己睇啊！所見即所得，白色咧就好容易污糟，如果怕污糟就唔好拍白色，知唔知啊？拍